看回来，咱台湾金门、金城国中考试的题目出现无适当的用词，也有的用词呢对女性佫真无尊重哦。人就咧问啊，是安怎学校考试的题目会牵涉性别歧视，煞无列出来？敢是后来审查题目的机制有问题？好，这边承认讲有疏失，也校长公开回释咧，讲说落来呢会开性平会议启动调查，也出题目甲审题目这个机制会佫加强，袂佫再互这种代志来发生。最近，真侪国中举行大考，有网友伫社群媒体发文指出，金门县金城国中的大考题目出现真侪无妥当的字词，甚至牵连到性别歧视，互学生甲家长真不满。对此，校方也承认有疏失。把这些不应该阐述的东西，这样子会影响小孩子身心发展的健康。是家长的一些反应、抗议，甚至还是社会的一些宣传，其实我们表示非常的。抱歉跟歉意。金门县金城国中证实讲，这是因学校高年级健康定期考的考题。教育团体批评讲，考卷的内容违反性别平等等本质，还有歧视女性的词，唔但凸显后来审题机制失灵，出题教师性别平等的观念也爱搁加强。这个考题不只是粗鄙低俗，更暴露教师的专业跟性平教育的重大缺失。最担心的部分是我这个内容是没问题的，那它有没有可能表现在平常跟学生相处的口语上？如果有的话，那个就会变成升级成对人的性骚扰。对此，金门县教育处11下晡紧急召开会议，要求县内各级学校全面检讨出题甲教学内容审查机制，强化教师性别敏感度甲法规的认知。我们的性平会也在3天之内召开，同时受理，并且组调查小组。金门县府强调，已经由有教育部认证资格外聘专业人员做调查小组，厘清事实甲责任的归属。若确认违反性别平等的规范，会依法追究责任。然后教育部也指出，出题应该尊重性别平等，避免用歧视甲看轻别人的用语，并且已经执行学校全面检讨考题出题甲审核的机制，以免相像的事件再发生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